川普政府掠国际学生的行动还未煞，目前上新的受害者是麻州塔夫茨大学一位托尼基的博士生。当地政府是指控伊参加支持哈马斯的活动，已经取消伊的学生签证。另外，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韩国学生，被指控类似的罪名，也甲撤销绿卡。不过，联邦法官已经下令袂使甲掠。监视器画面显示，清白外套的托尼基的女学生奥兹图克，25尾嘛，当咧出外的时阵，去互6个移民局官员中途拿查。奥兹图克去互行刑来行动行到大声化，对方随甲伊的手机也没收，搁加扣起来压走。今年30岁的奥兹图克是麻州塔夫茨大学的博士生，去年捌伫校园刊物写文，呼吁学校对以下战争表明立场，支持抗议学生所提出的声援巴勒斯坦面临种族灭绝等诉求。当局指控伊伫做支持哈马斯的活动，所以甲伊逮捕并取消学生签证。不过，这个做法虽引起民众的不满，有大量抗议人士行上萨默维尔街头表达声援。The ICE team, whatever they're doing, it's really just one step away from fascism. Actually, it's not even a step away. It is full-blown fascist intimidation. 伫这当时，哥伦比亚大学一个韩裔女学生丁文书嘛面临类似的遭遇。丁文书7岁时阵来美国，已经有得到绿卡，有合法永久居留权。不过，伊进前参加挺巴勒斯坦学生示威，国土安全部指控伊支持哈马斯，已经真侪届派员上门要甲逮捕，按算甲伊赶出境。丁文书为这件代志控告政府打压言论甲示威的自由。拜二联邦法官裁定，政府有违宪的顾虑，暂时袂使逮捕丁文书。 No matter who you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, you have a constitutional right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, whether you're a citizen, a permanent resident like Ms. Chung, a visa holder, or even an undocumented person. You have a First Amendment right to speak your mind. You have a Fifth Amendment right to due process that also applies to all persons. 丁文书目前也是真自由，不过为3月到当局已经先后逮捕哥伦比亚大学前博士生哈里尔、乔治城大学研究员印度裔的巴达尔汉苏里，这2人本来就已经有绿卡。另外一个高大印度裔学生囡仔斯里尼瓦桑是去人吊销签证了后，已经离开美国。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。